下一位啦，馬岳教授。好，多謝主席。我諗我不少嘅觀點咧，就之前評論或者即係報紙嘅文章我都寫過。咁我諗我集中講3點，即係講3點個替補機制嘅壞處。即係我諗第一咧，好簡單就係話呢個係對個民意代表制度嘅扭曲嘅。因為我諗好簡單就係話你喺呢個制度底下用原本輸咗嗰個人去代贏咗嗰個人，咁明顯代入去嗰個人咧，咁就即係個代表性係會差啲。咁就同埋咧，就原先即係投票贏咗嗰個人代表嗰啲選民嗰啲代表唔知去咗邊度。咁而且呢個制度你可以想象咧，一路如果有出缺嘅話咧，成個議會嘅代表性係會越嚟越低嘅，因為一路替補嗰個人係越嚟越少票嘅。咁樣咧就呢個其實係本身違反即係一般民主選舉制度嘅呢個邏輯。第二咧就話，我哋睇翻世界上面其實冇國家係用一個咁樣嘅由輸咗嗰個人替補嘅制度。咁其實應該係有好重要嘅原因嘅。咁就好簡單咧，就話呢樣嘢係會帶來好多政治嘅風波嘅。即係話如果咧，我明知道我如果係排啱啱輸嗰個人咧，我明知道某君落台或者某君死咗嘅話咧，我就自然唔需要經過補選，我都可以坐上去嘅話咧，咁我係可以引發好多嘅政治鬥爭。如果係好多第三世界國家即係政治暴力好普遍嘅話，暗殺都似嘅。咁呢個其實本身嚟講咧，就係即係可能係會引發好多政治嘅不穩定。咁第三個壞處，我相信就係話政府今次如果用呢個邏輯去即係修改個法例咧，係立咗一個好壞嘅先例嘅。因為政府嘅邏輯就係話咧，佢覺得現在補選嘅制度有人濫用。嗱，我唔同意嗰個係濫用嚇，即係有人濫用，於是乎我就去廢除嘅制度。嗱，呢個邏輯如果推展到去所有嘅法例咧，就好大件事。你覺得有人濫用綜援，於是乎你廢除綜援；你覺得有人濫用關窿，你於是乎廢除關窿，所有人都唔好攞啦。咁呢個其實用同樣嘅邏輯嘅話咧，我相信就即係我哋香港好多法例咧，好多嘅制度咧都好唔掂噶啦。咁就仲有時間啦，我諗我講埋一樣嘢就係話，我覺得其實政府今次係冇理由唔做全面嘅民意諮詢嘅。因為呢個其實都牽涉一個幾緊要嘅，即係成個制度嘅邏輯嘅運作邏輯嘅一個改變。咁就我相信政府唔諮詢應該得一個理由嘅，佢就知道講道理係冇可能講得贏嘅，於是乎就即係不如冇諮詢啦，即係閂埋門過咗去算啦。咁但係就即係政府經常用嘅俾嘅理由就係話，舊年5區補選就17% 投票率好低，顯示市民唔支持。咁但係好簡單咧，就話回歸之後我哋試過3次補選。就話07年嗰次補選葉太有份選嘅52% 投票率，選民投都好開心嘅。咁就即係顯示就話選民並不是反對呢一個即係有出缺之後補選嘅制度，而只不過佢可能唔同意舊年嘅嗰個運動，即係有不少嘅人投票係不同意對，就唔代表佢同意咧政府即係取代咗佢補選嗰個權利嘅。好，多謝。唔該晒。第三咧就係阿馬岳咧，我記得你係講你係同意一張名單制啦。但係即係你理論上會唔會真係？我想問下你出現，其實一張名單制第日可能最高有9個人或者10個人，真係大家傾掂數，輪住咁樣辭職，佢冇代價㗎喎。即係而家辭職咁叻嚇，咁你同一張名單都一樣會係出現呢，係繼續咁樣。我中意大家平均分咗一人做4個月咁都會可以係咁嘅喎，理論上。咁所以我都想問下，即係你一路咁稱讚呢個一人名單制嚇，即係我唔係呢個即係原創啦。咁我想問下你嘅意見啫。多謝你。就我諗幾樣嘢啦。第一就話基本法係咪真係話過冇，即係香港唔可以有公投咧？我唔係好肯定啦。咁但係基本法就算香港係真係冇公投法咧，就話用辭職嚟到表達一個政治嘅意見咧，呢樣嘢應該係憲法上面容許嘅。咁就而呢個樣表達意見係容許嘅情況底下，當然其他人可以不同意佢咁樣做法。咁但係就唔代表你要修改咗個制度嚟到令到人哋冇咗呢個表達意見嘅渠道，即係話我都可以唔同意呢種表達意見嘅方法，但係就唔代表我應該咧就話即係從此就唔俾人用呢種方法表達意見嚇，即係只需要嗰樣嘢喺合法合憲嘅情況底下去做啦。縱使可能嗰樣嘢某啲人嘅判斷係有壞嘅效果，你都係可以嗰樣嘢都應該係可以有權利去做嘅。呢個即係我諗好簡單。第二咧就話即係我諗一路有人懷疑咧，就係話嗰樣嘢會係同黨替補啊等等，咁啲人就會玩嘢啦，私相授受啦等等。
咁或者不斷辭職就會即係不斷咁樣要選舉啦咁樣。咁但係我相信咧就話你不斷辭職不斷玩嘢咧係有政治代價嘅，即係話你餐咧排第一嗰個咧都選咗之後咧就辭職，咁然後咧至後邊嗰人補嘅話咧，咁你自己嗰個政黨係要付出代價，因為選民睇得到啦。第一，你3時2日就辭職，選民係好煩厭嘅，即係如果選民唔認同嘅話，選民係會覺得對你個政黨係亂咁嚟。第二咧就話你經常辭職嘅話咧，選民下一次選舉佢會懷疑，喂，究竟你排第一嗰個係真定係排第二嗰個係真定係排第三嗰個係真啊？咁即係點解喺外國其實縱使用比例代表制咁嘅替補制度底下，其實都唔會經常發生咁嘅事啊！第一好簡單啫，大家做議員知道啊，坐咗上去邊個肯落翻嚟啊？咁又即係你咁容易話辭職咩？唔到死，唔到破產，唔到逼到你醜聞纏身，你都唔會辭職噶嘛？咁樣咁就即係咁容易將個位俾下邊嗰個人咧？唔係嘅。咁啊，呢個第一啦。第二就係話，即係如果個政黨真係用咁嘅方法去重複咁樣去玩嘢嘅話咧，咁其實咧就話佢對喺選民心目中佢嘅政黨嘅聲譽係會受到好嚴重嘅影響。呢個係有一個長遠嘅效果嘅，即係話佢如果要捧一個新嘅即係新一代嘅候選人或者新星出嚟嘅話，佢有好多辦法，政黨有好多資源，不斷俾佢上鏡，不斷叫佢嚟立法會講嘢，咁啊諸如此類都得。咁啊，但係咧就唔需要一定用一個咁樣嘅方法，或者過往其實即係不同嘅政黨都可能試過，民建聯可以試過揾李慧瓊上去，佢唔需要曾鈺成選咗先，又叫曾鈺成辭職，李慧瓊排第二推上去噶嘛？唔需要，你政黨有足夠嘅力量嘅話，甘乃威排第一，楊森排第二，陳淑莊排第一，余若薇排第二，你一樣係可以當選噶嘛？咁所以呢個我相信，如果係即係我自己並不會覺得就話，因為你覺得喺呢個制度底下可能會俾人喺某程度上會濫用嘅話咧，你就應該取消個制度咯。